大王，不是这个。寡人要的是昨日寡人看过的那卷秦律。是。拜见大王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大王召见，怎敢不来？你可以给我一个理由。病痛、不适，女孩子家这些借口随手拈来。大王洞若观火，被拆穿的把戏，岂不没趣？虽然不情愿，可是你还是来了。虽然来了，可还是不情愿。你这个丫头，为何如此倔强？芈月只是说真心话罢了。大王若不喜歡，那以後芈月慢慢學着說假話。宮裡只有你一人敢與寡人頂嘴，你可知錯？大王恕罪。可芈月還是不知錯在何處。我信，下去吧。是。坐。謝大王。坐到寡人這兒來。你說，寡人喜歡你嗎？或許有那麼幾分吧。壞了良心的小丫頭。可無論寡人有多喜歡你，還是要常常到宮中其他嬪妃那裡去。你說為什麼？因為您是大王啊。此刻，我與你在這承明殿裡，我是你的夫君。明日我出了這承明殿，便是一國之君。這大義和小義，輕重之別，你該有數。芈月只是一普通女子。芈月有普通女子沒有的胸懷。大王是想要芈月學會做宮中女子？寡人不要你做宮中女子中的一個，而是要你在寡人眼中獨一無二。行了，別跟寡人賭氣了。寡人找你來是有正事，聽說整理王后陪嫁的書簡之事已快了結，你近來在演練新招來的樂師。芈月只是不想讓光陰荒廢了，再者，也可以讓楚國帶來的編鐘和其他樂器物盡其用。既然如此，你可願意每日來給寡人整理書簡和奏章？我？寡人要用的書簡和奏章浩繁眾多，無人分類歸檔，翻找起來耗時耗力。你可每日免召進入承明殿，為寡人整理書簡和奏章，歸類收藏。這麼說，這裡全部的書簡和奏章都由我管轄？是。我可以隨意翻閱這些文字啊？那是自然的。謝老伯恩典，芈月求之不得。怎麼又叫寡人老伯了？芈月更喜歡大王做鄰家老伯，不喜歡鄰家老伯變成大王。小丫頭，你一準知道，你笑起來比哭挺用多了。月兒不知，精兵利器足以毀掉寡人的社稷。對了，明日是7月初1，
寡人想帶你去一个地方，不过到时要让木间给你準備一套合適的暖裝。明日要去哪兒啊？明日你就知道了。雍大人啊，黄公子，粮草账目已經核對完畢，應該沒有什麼出入。這麼快？幸虧有你幫忙，不然我一個人忙到手忙腳亂都弄不完。舉手之勞而已。一會兒我要去宮中見治粟內史交接賬目，午後才回來。進宮？雍大人，能否帶上子倩同往？哦，在下聽說咸陽宮恢宏無比，想借此機會一開眼界。也好，萬一有什麼問題，我也好找你核對。不過，你千萬要記住，一會兒到了宮中，一定要跟緊我，切勿到處亂走。好。這裡就是天下側室雲集的四方館，也是如今咸陽城最熱鬧的地方。王公子哪天有興趣，可以進去看看。好。這是什麼地方？四方館，寡人知道你一定會喜歡。儒家也說過，有恆禪者有恆心；法家也說過，人性遂利。所以，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，都應當從我派之言。胡說！人性本無，世間如染缸，入倉則倉，入黃則黃。治國之道，猶不可聽亂也。人之異於禽獸者，乃人能互助互遠。可聽出什麼？減少不平，爭取公平而已。各家說各家的理，卻都未必能夠壓倒別人。百家爭鳴已數百年，誰能說服誰，誰又能夠壓倒誰？其間相既然如此，為什麼還要爭呢？五行即為五德，萬物